中年的油驗出低鹽未超標，有一寡做糕餅業者就煩惱講會影響到中秋的訂單。一個查某大學生跳入去日月潭要收水，想袂到煞渡水失蹤，今仔日下晡已經找到遺體。台北市北投一個水溝蓋熊熊爆炸，造成2695戶失電，台電講是電纜的零件故障引起的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看7月26 AM 新聞，我是張曼婷。南投真有名景點日月潭，昨有一個20歲的查甫大學生，甲因老母去佚佗，煞哪想因為天氣傷熱，轉心急性，無穿任何救生裝備，就安尼跳入去日月潭收水，想袂到煞渡水失蹤。經過20點鐘的搜救行動，佇咧今仔日下晡已經找到這個大學生，不過已經明顯死亡。搜救人員駛出人船，佇日月潭永吉橋附近來回找，佇26下晝找到渡水的現場的查某大學生，掩個人救起來已經救袂大。25晚5點半，一個20歲現場的查某大學生，甲媽媽來南投日月潭耍，敢若是一時興着跳入去潭內面，想要受氣對花，掩個佇咧離岸邊5-6公尺的所在渡水，尾仔就沉在水的無看的人。警消接到報案，出動幾路的分隊加特殊人員，找要到20點鐘才佇咧水底找到人。他母親是攔不住他啦，是這樣子供稱啦，是說他兒子執意要下水，啊攔不住他，那就是游泳到一半的時候發生溺水事件，那有目擊者報案。消防局講，日月潭水系看起來敢若真平靜，不過潭底地形懸崖差真多，水較深的有可能到4公尺到6公尺以上。而且日月潭會抽水發電，水下骹常常有正強的暗流。專業的教練講，像這種開放水系，水流無確定，溫度變化也大，不加危險。會有陡峭，跟它不穩定的水流，還有就是它的地形都會有差異，適應度也可能會因為水溫，所以沒有那麼快可以適應，跟會比較緊張的。台電講，日月潭算是開放性自然水系，除了一年一遍經過官方核准的萬人受水活動以外，普通時規個日月潭攏禁止私人耍水受水。哦，那一部分就不是一個能夠讓遊客能夠玩水的那個，就是開放水域，那個是不能下去水裡面玩水的。日管處講，民眾若要耍水上活動，就要先經過申請許可，若是家己落去水內邊，會使依照發展觀光條例罰1萬以上5萬以下罰款。希望民眾唔通因為天氣熱或者是好奇落去水的，就要注意家己的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今日早起10點外，台北市北投中和街一個水溝蓋熊熊爆炸斷開，造成2695戶失電。經過要5點鐘的搶修，才總算攏恢復。台電初步判定是因為高壓電纜的零件故障引起的，加載無人受傷。警消人員趕緊到現場，水管也傳佇邊啊。這個人空蓋炸開，白煙一直衝出來。爆炸時陣聲音真大聲，當地住戶是驚一個。3個爆炸聲，然後它那個蓋子就給它噴出來了，那個燒焦味，它有點爆掉啊，冒煙啊。台電人員來到現場，緊落去看賣，趕緊來搶修維護。邊仔囥交通水，也有風速線救起來管制。現場是台北市北投的中和街巷仔內底，26早起10點外，人空蓋內底熊熊爆炸，4區位也攏停電。影響啊，擔心啊，影響層面很大。剛才先出去繞了一圈，然後回來，然後順便去買東西。我以為電來了，結果進來又沒有電，小孩子繼續救。來到當地徛街看賣，厝內底攏無電，開關一直試攏無反應。盡天氣遮爾熱，佇咧厝內底無電，冷氣甲電筒攏袂用的，佇咧厝內底是熱甲要死。根據台電統計，對中和街、朝陽路、新興路到杏林3路一帶全部受到影響，總共有2695戶停電，計5點鐘了後才修理好，電才來。電纜植入接頭發生故障，所以產生的那個停電事故。接頭它比較久的時候，它會劣化嘛，然後高溫有時候它會產生劣化，產生故障都有可能。原因很多，那是說我們的接頭我們要拿回去再做判讀。台電初步判定，因為高壓電線的直路接頭故障，變真燒，真濟燒氣，佫翕條咧，內底一時間壓力變真大，所以才引起爆炸，甲人空罐攏彈出來，加在這意外無造成任何人受傷。記者
綜合報道。中聯的油驗出低干物超標，有一寡做糕仔餅業者就煩惱講會影響到中秋的訂單。不過嘛有人認為講，這做糕仔餅主要是用庫里姆，唔是沙拉油，所以影響無大。也那這屆嘛受到影響的其中一間公司福壽，早起是傳出講佇咧沙拉的工廠發生火災，加在是無人傷亡。這工廠頂頭一直慶祝烏色搞煙，26早起9點半鐘下啊，台中市消防隊接到民眾的報案，講福壽公司沙拉廠的工廠發生火災，隨派水車去拍火，結果燒起所在是食品倉庫的樓尾頂，無佇用的洗腸桶，敢若是員工食薰無細膩才引起火災。加在火佇早時9點53分拍熄，無造成人員的傷亡。員工因為在抽煙，現場抽煙造成就是洗滌塔發生火災，用人為疏失管理不當造成火災，環保局將依違反空污法32條，裁處新台幣10萬到500萬。中聯油脂驗出低干物苯片皮，福壽這下游業者盡量力停工接受調查，引發國內10萬的風波。做糕仔餅業者的煩惱講受到影響，中秋的禮盒糕仔餅大家較唔敢買，不過消費者相關去買去交關，一個店頭無受到最近導遊風波的影響。放心店家的信譽，對。所以放心，應該就是廠牌的問題吧，就是像就是名店，他們就是應該也不會為就是省那些就是品質的油，然後去造就就是製造一些糕餅，然後產生問題。今年中秋節是我要到月底，糕仔餅業者大部分佇7月就提前開放有買，也佫有促銷。業者講，糕仔餅主要是用麥蛋來做，唔是用沙拉油。所以講，這波導遊事件對這糕仔餅的製作影響來講是真少。所以我們鳳凰酥都是進口安佳奶油，沒有用那個什麼沙拉油那一種，所以不會。業者講，民眾愛食太陽餅、旺來酥甲兩連酥，攏是用進口的麥打做的，也毋過是按問題，一直逼出來，恐驚影響糕仔餅的業績，尤其是中秋節，是糕仔餅業的大日，希望政府使趕緊來調查清楚，公布這個合格甲無合格的油品，讓業者甲消費者攏會用真清楚的參考，才有法度買得安心，食得放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中聯的油出問題，國民黨昨佇咧凱道集會抗議，講現場有20萬人參加。總統府表示講，希望這活動結束了後，有去參加的縣市首長就要趕緊回去做代志，甲中央做伙來檢討，做伙來改善食安的機制。針對低干油的代誌，國民黨705辦凱道集會賀食案，現場講有20萬人參加。府院發聲明講，希望活動結束了後，參加的縣市首長趕緊登記做事，甲中央做陣合作，做伙檢討完善食安機制。發動活動的台北市長蔣萬安話也講正當。我不能接受總統府昨天在活動結束之後的回應，說什麼要縣市首長及公職人員回到崗位上面，這種家父長式的說法。各縣市政府昨天站上凱道捍衛人民的食安，這是我們的職責所在。反觀賴清德總統至今沒有召開一場國安會議，違背了他當時自己的主張，這難道不是荒廢國政嗎？從整個食安風暴發生到現在，有太多不清不楚的事情，有太多荒腔走板的決策，對於民眾食的安全造成了嚴重負面的衝擊。這一件事情，賴清德、卓榮泰責無旁貸。前一天，立法院長韓國瑜也徛起佇凱道宣講，對一邊對低干油代誌發表看法，希望賴總統面對並且解決食安問題。立法院也全力推動食安法修法。民進黨團也一再表達願意把食安法列為最優先的法案。那朝野其實可以立即審查、立即修法。不需要等到上街才開始喊修法。民進黨團講，行政院已經將食安法修法草案送去立法院，而且調下攏願意列做上優先的法案，歡迎再來做陣修法。強調人民期待是國家安全的食品管理制度，唔是國家做政治表現。記者綜合報道。立法院最近完成今年度總預算案的初審，不過這教育部無人機的預算煞引起在野黨質疑，提案講要刪除、要凍結。民進黨立委就批評講，若被安尼做，根本就是咧阻礙台灣培育後一代無人機的人才。
立法院國委員會最近完成今年度總預算案初審，將來要建立調解協商。不過審議過程，國民黨立委王曉玲不提出要甲陸委會梅選會全部刪掉，陸委會副主任劉文傑真不滿。王曉玲說，他要刪我們陸委會所有的宣傳預算，他說只要梁文傑一張嘴就可以了。共產黨啊，他們對台灣的預算是多到不能是多，不能算不出來。陸委會的預算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憐啊。在野也質疑教育部的無人機採購案，因為教育部佇咧高中級編4億元的預算，規劃補助175間學校加5間訓課中心，買卡球無人機、天空無人機加空拍無人機，總共7010台。民眾黨團批評欠缺師資的配套，提案要刪2億。另外，大專院校部分也編1億5000多萬的預算，要推上產業合作加技術研發，國民黨要全部凍結。凍結並不代表刪除，其實教育部更應該提出具體的說明，為什麼這個教育部的足球無人機，它的預算是一般這個無人機的3倍哦，必須要提出更多背後的資料，我們才能夠清楚地了解每一個無論是農業部的使用、教育部的使用無人機，它具備有哪些不同的功能，價格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落差？設備跟廠房你花錢就可以建造，可是如果人才真空了，就沒有人可以做設計，沒有人可以做研發。現在居然是來傷害學生。民進黨立委批評南北做法，未輸敢若背靠台灣無後一代無人機人才，希望會使理性監督，要求教育部提出更加完整的配套。不過袂使安尼就甲無人機的人才培育鏈卡掉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中東戰爭軍甲的地區國際油價擱再衝懸，中油宣布講，為明仔載27開始就要起油錢，汽油10公升起0.7塊，柴油起0.5塊。有學者就分析講，河寶珠海峽甲萬德海峽攏受到威脅，安尼這短期內國際油價是真有可能會閣繼續加懸。中東情勢無穩定，受到荷姆茲海峽甲曼德海峽攏受到威脅的影響，國際油價擱再出現浮動。布蘭特原油期貨計價拜五收盤是96塊7角8美金，美國西德州中級原油收佇個一桶是89塊3角1美金。兩大原油攏出現一禮拜起10%的情形，布蘭特原油佇一禮拜中間更加出現今年5月以來頭一擺收盤起到100塊美金以上。國內油價也宣布起價，大家趕緊來加油。因為平常大家就加8分滿啊，今天就把它加全滿，這樣就一點心靈分數。一直漲也沒辦法啊，對啊，因為油價國際油價就漲了，所以政府一直補貼也不是辦法。中油公司宣布，對7月27開始，國內汽柴油計價每公升分別起是7角甲5角，起價了後，92無鉛汽油是30塊半，95無鉛汽油32塊，超級柴油29塊3。另外，就連大叔石化也宣布要起價。這更加是中油第4月初了後頭一擺起這國內油價。中油解說受中東戰爭擴大、紅海飛機侵權、國際油價一直起價影響。我想對於中油來講，很難夠在資本的有限之下，很難一直持續吸收，就是應該由各個產業或民生負擔的部分。如果暫時油價公司還沒動的話，那國際油價價格提高，那就會往上走。國際油價一直起，煩惱引發這通貨膨脹。學者解說，萬德海峽也出現飛機，和替代路線運營水準下降。短期內國際油價一元可能超過100塊，不過袂一直安尼。一旦美國甲伊朗順利佇第3季停戰，今年國際油價有希望維持佇80到90塊美金的水準，所來繼續影響油價愛真注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根據疾管署的監測，新冠疫情已經連續6禮拜加懸，有估佇咧8月中會上嚴重，所以宣布講要甲這組公費的新冠疫苗的這個時間延長到9月28。今早在記者會，掛號要互醫生看的人就排甲落長，因為國內新冠疫情進入流行期，真儕人因為有發燒、流鼻水的症頭來互醫生看。就是鼻塞，然後流鼻水啊，咳嗽。年紀大了嘛，就是喉嚨啊、鼻子都常流鼻水，有時候鼻塞不舒服。很多年輕人，我們這一次他們拿篩檢片過來看，其實他們幾乎都是只有低燒，然後人很倦怠，異常的倦怠，那篩出來大概就2條線。根據疾管署的資料，頂禮拜全台灣新冠門診的就診人次4766，比前一禮拜增加66.5%，連續6禮拜增加。而且頂禮拜新增加25例本土重症比例，甲5例本土死亡比例，
估計這邊疫情在8月中會升到上懸，一禮拜看醫生的人次總計超過5萬，所以疾管署宣布，公費新冠疫苗擴大提供予滿6個月以上，還未做過本季疫苗的民眾數，時間延長到9月28。因為 Omicron 或者是新冠的一個病毒株，它本身比較容易變異。那變異的情況之下，它比較容易會有一些免疫逃脫的一個能力，那就比較容易會造成突破性的一個感染。即馬暑假休熱，有一寡演唱會甲夏令營人做活動，可能會增加病毒傳播風險。疾管署建議慢性病人甲老人參加人做活動時陣愛掛喙罨，要若網絡傳講有人去藥房要買快篩劑買無，敢若是欠貨。疾管署講疫苗抗病毒的藥啊，或者是快篩，即馬國內庫存攏有夠，國內快篩需求初步估計是50萬劑，庫存有63萬劑，會當供應到8月底。食藥署的評估敢需要請業者增加產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在地消息來看，嘉義東石下暗是要佇咧魚林碼頭放煙火，有真濟要翕相的民眾甲遊客攏提早來佔位。也碼頭附近的道路是為中晝12點開始就實施交通管制。不過，那像是遊客唔知影，佮加上施工時有落雨，所以出現塞車的狀況。點樣機的卡架排幾排，邊啊一個人也和山坐佔位。東石海之下，這禮拜佇咧嘉義縣魚林碼頭進行，26暗時要放煙火，真濟人一早起就來佔位。我們10點50就到。早上就來了？對啊，我們9點半從家裡出發。來了。很難說。可是打完之後看散場的時間。鋪路佇咧單頂，遊客一批一批來到會場。當地產業業者本來希望放煙火會當互因生意較好，不過天公伯無鬥三工，煞落雨。都下雨天就目前人潮就比較少，而且又管制起來，就目前就是要有通行證才可以進到會場裡面。停車場內邊車停甲滿滿，為了要應付這麼多人車，魚林碼頭附近的路自中晝12點開始分階段交通管制。不過有真濟外地遊客唔知影交通管制，而且佫落雨，塞車塞甲真嚴重，有人規支車停路邊，也互山行入去。每一個路口，警察局都有派警力維持這個交通秩序的。假如說這個時間沒有辦法進至東石漁人碼頭管制區的話，鳳港那邊也是很適合觀看高空煙火，還有網寮村這邊沿海沿線事實上都很適合觀賞。魚林碼頭6月才因為白龍鎮賽高空煙火秀，人超過暗算。佇咧散場的時陣，人車是塞到暗時11點外才消透。為了要防止這種情形佫發生，鄉長講，縣府已經出動250位警力進行交通管制。那順時按算1點鐘久內就當攏消透煞。記者綜合報道。繼續來看新北邦橋文化里路的巷仔，有人看到這車路旁竟然是出現刀片，警方調監視器無發現可疑的人，懷疑是附近施工咧用的刀片，互風吹到落地的塗骹。不過這詳細原因閣要釐清。有人行喺路看到路的頂頭有刀仔片，而且唔那一片，至少看到5片。驚講車若經過，恁若礙到會破去，囡仔走走跳跳，若無細緻，可能會被插到傷。251一道趕緊報警。當時刀片排列整齊，卡在人行道與車道的縫隙之間，是不是有人刻意放置？也一度掀起討論。如果是不小心掉的話，也太過於不小心了吧？在那個縫裡面是什麼意思？對吧？對啊，這不符合邏輯，不符合常理吧？這邊是學區，這邊有學生很多，而且那邊有在上課。在上課是學生掉下，是人家掉的，不是上面掉下來。這邊都沒有施工。警方早起登到現場看，在新北市邦橋文化路二段的巷下，自24暗10點50報案的人看到刀仔片開始，往回看要到6點鐘的影片，攏無看到有啥物可疑的人挑工區內藏物件。不過暗時8點半，敢若有物件對年級頂頭落來。這條早上比較多，去上班比較多，很危險啊，會砸傷啊。會刺傷啊，也沒聽說過有什麼事故啊，所以應該不用想那麼
把他事情想得這麼複雜。不小心放置，然後掉落，然後產生的一個傷害結果是有過失傷害罪的刑責哦。那如果故意排放，那沒有造成人員傷亡，然後還是會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的相關規定要做適用。警方講，代志發生的邊一棟建築物年前有重新做過，可能是施工的人石頭做好了，刀片啊放佇頂頭袂記摕來，而且這個風台範圍環流影響風甲頭，刀片啊可能互風吹落個塗骹，不過詳細原因警方也閣佇咧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來關心天氣，風台紅霞已經離開台灣，不過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，台南透較南風，台東甲南部也是會落陣雨，一直到禮拜拜二了後，在太平洋高壓變強，天氣才會變較穩定。紅霞風台今日透早3點正式登陸中國的廣東，淹過台灣天氣還是繼續受到影響。氣象署分析，昨日7依然受到紅霞風台外圍環流的影響，台灣整體方向是偏南風，南風分系掃到北邊，各地天氣依然無穩定，一直要到7月28日了後，太平洋高壓增強，天氣才來恢復穩定。低壓的範圍是逐漸的在朝西邊這邊推過去的，所以在28號開始，台灣地區的水汽會開始慢慢的減少。那主要受到南風影響的這個對流，也都是會在28號開始逐漸的趨緩的。午後的陣雨也是會逐漸減小的一個趨勢。氣象署預估對2號開始到8月末，各地才恢復真標準的熱天天氣形態。雖然南部繼續有雨，不過到7月2日早時10點，閘門水庫抽水量3.81億立方公尺，抽水率84.86%。甲烏沙頭水庫加起來抽水量是4.26億立方公尺。甲2號開始如雨進前來比較，閘門水庫抽水量是3.83億立方公尺，無增加閣降低。我們曾文烏山頭的灌區2期座6組目前都在攻灌，那一天的供水量呢？各標的的用水量呢，大概就要400萬立方公尺的水量，這是屬於正常的一個現象。目前南部地區水情都是正常的。另外，氣象專家提醒，所來今年第13號風台北海底可能形成。氣象署是分析，將菲律賓東方海面赤道附近熱帶風速發展真旺，無排除形成熱帶擾動，也是風台機會。今日風向初估對台灣影響真少，所來繼續來關心注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新聞的最後，做伙來關心各地頭的天氣。北部上低27度，上懸35度；中部上低25度，上懸33度；南部實緯25度到33度；東部緯26度到33度。華島地區緯26度到31度。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。感謝你收看今仔日公視台語台 AM 新聞，稍等下請繼續收看台灣技術部，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。